返學好玩，返工好玩，乜嘢都好玩，世界就係遊樂場。大家好，歡迎收聽世界就係遊樂場，我係明哥啊，我係劉瑩。喺上個星期就同大家訪問咗正大亞洲顧問有限公司嘅總監劉珊珊 Florence， 同大家嚟講生活當中點樣嚟放鬆，點樣嚟舒壓。喺節目嘅最後，珊珊有同大家介紹到一種就係叫做呼吸法，聽起嚟好簡單，呼吸係人都要啦，係好重要噶。聽起嚟好簡單啊，實際係咪真係咁簡單啊？呼吸法點樣放鬆？好難噶，因為咧你一呼一吸咧，你先覺得心好亂噶。話點解吸咁慢嘅，點解呼咁慢嘅？又呼快啲啦，咁呼快啲咧，就覺得心情就識變成好難穩定起嚟噶。而且咧呼吸法咧，旁邊人覺得你咪有病啊？點解我要呼咁大力咧？我要吸咁大力咧？係咪真係呼吸就呼吸啦？咁認真做咩？咁用力做咩？發生咩事咁樣咯？所以講明哥喺你以前讀書嗰陣時，你哋係咪除咗讀呢啲理論之外，另外亦都會實際嚟試呢啲咩放鬆嘅方法啊？識㗎，老師就話咧開始咧要閂燈啦，要放啲音樂啦，然之後大家開始就瞓着咗啦。唔係咩？唔係啦，呼吸下咧，變成喺度瞓着咗。有冇人扯鼻鼾啊？又話我，俾我同學咧啱啱搖醒下，喂，太大聲啦你真係。真定假？不過老師就話咧，其實呢啲都係一個放鬆嘅一個狀態嚟嘅。可以接受嘅。可以接受嘅，可以最唔能夠接受係喺度食嘢啊、傾偈啊咁，嗰個太唔專心啦，真係。喂，你哋上堂咁歡樂㗎，原來。好多好笑嘅嘢啦，有啲老師咧係需要呢啲呼吸法咧，唔係坐喺凳㗎，又瞓喺地下咁樣咧，即大家就話要搬凳啊、搬台啊咁樣咯，好麻煩啊，但係好搞笑下嘅其實。所以講呢一個呼吸法當中係有好多細節，亦都有好多可以注意嘅地方，咁就真係要仔細再嚟傾下呢個呼吸法啦。好啊！咁今日同大家訪問到嘅都係正大亞洲顧問有限公司嘅珊珊 Florence。Hello， 大家好。Florence 你好啊！如果係呢個呼吸法咧，一呼一吸嘅話咧，你其實唔一定要去到公園或者森林㗎。咁唔知道唔通去廁所？會唔會臭啊？換房間啊，或者唔同地方啊。咁點解一定要有綠色啊，或者有公園啊、森林，有咩加分嘅一個效果咧？咁當然啦，如果你環境時間唔容許，你喺office 裏面都俾自己一個機會去療愈一下自己啦，係去做啦。咁你落到去或者樓下，如果有個公園，正如我講咧，就係你離開一下現場先啦，俾自己行一行咧，都會有一啲好養眼，即係一般人覺得好養眼喎，好靚喎。而我哋人好得意嘅，對於大自然咧，天生係有一種喜歡嘅感覺，同佢調和咗嘅感覺，係啊。咁呢個就要解釋到好深，就係即係我哋嘅習慣啊，我哋嘅需要嗰樣嘢啦。係啊。簡單嚟講就係咧，開闊仲有綠色，不嬲對於人嚟講就係一個放鬆嘅一個感官。不過咧喺台灣嘅公園咧就比較難安靜嘅，因為咧有好多遊樂場啊，好多細蚊仔喺度玩啦，或者有好多寵物啊咁樣傾偈啊咁樣，其實都好難話揾到一個好安靜嘅一個地方嘅喎。我覺得喺現代社會或者係對於我哋個人嚟講啊，或者亦都可以回歸就係之前珊珊都所講過嘅一個答案，就係好多嘢啊，你到底想獲得一個點樣嘅結果呢？其實唔好一直往外求，好多嘢都要往內求，向自己求。你一定要有咁樣嘅環境，要有咁樣嘅人，你先可以達到咁樣嘅境界。唔好意思，我哋而家冇辦法，我哋所追求嘅就係快，唔係有效果。喺人生8、9不如意當中，你點樣就係喺你可以有限嘅環境當中嚟達到自己嘅目的？我覺得呢一個比較係現代人需要嘅一個部分，係咪亦都係現代人比較經常會遇到、希望達到嘅一個目標啊？嗱，珊珊，可能都有一個現實嘅需要喺度嘅，即係現今社會就真係都幾兩極嘅。我覺得一係就追求效率，追求到可能
1秒10秒就要達成一啲點樣嘅結果咁樣。但係與此同時又好可惜，就係我哋人作為一個即係天然嘅動物啦嚇，都係同大自然有關嘅。我哋冇錯，係啦，我哋其實就嚮往咧，就係離開呢啲咁速度高嘅要求嘅嚇。咁啊，想翻去大自然，你講嘅調頻咁樣，同佢一齊共生咁樣個感覺。咁呢兩極嘅需要咧，就睇自己啦，睇自己去磨啦。咁有一個過程裡面，可能靠閱讀啦。同朋友傾偈啦，揾專業人士幫手啦，揾好朋友傾啦，聽你哋嘅節目啦，我覺得都係一路加緊分，一路喺度即係搭緊上去嘅。係啊，有啲人咧就好似好忙啦，咁佢冇法去行山或者去森林咧，就自己有種好多盆栽啊，或者喺自己嘅屋企後台啊，或者最冇嘅就係我同事咁樣咯，手機電腦嘅熒幕咧都係大自然嘅相片嚟㗎，因為佢冇時間啊嘛，但係覺得睇啲好養眼嘅相咧，其實都識好開心㗎，因為短暫嘅開心都 OK 嘅其實，甚至乎直接合埋對眼自己嚟想像咧，無限啊，係嘛？頭先你講得好好啊，就係即係都俾一個我哋叫 quick fix， 即係好短快捷嘅快速通身份咁樣啊，好快咁樣咁就俾一個少少嘅休息時間自己，咁盡量設計到個環境啦，所以就係。頭先講啦，電視、電腦熒幕啊，呢啲都一定有一定嘅作用。風景相啊，係啊，即係令到你個人嚇，起碼嗰一刻，因為正如我講啦，人嘅大腦既複雜又單純咁樣。咁你望住嘅時候，你嗰刻已經喺度療癒緊自己啦。冇錯。咁但係有一個層次嘅，我自己個人覺得啦嚇。一個層次就係 quick fix 啦，即係短期即刻有一啲作用啦。就好似我唔開心，有啲人會建議係食朱古力啊，食雪糕啊，去唱下 K 啊，買下嘢啊，都有即時嘅興奮式嘅快樂啦。咁但係我估其實好多人都會問就係，喂，咁長唔長遠㗎？係咯，會唔會 bounce back 即係彈翻轉頭㗎？咁會唔會仲慘咁樣？所以有另外一個選擇俾大家咧，就係話會唔會有一個長遠、一個歡愉一個覺得幸福嘅人生嘅感覺，就常常都可以有喜樂咁樣。咁呢個就另外一層次啦。就變我哋就係要追求呢個層次。冇錯，唔好打叉，我要繼續追求落去。嗰啲短暫刺激係短暫嘅，點樣令到自己可以長時間喺呢一種就係平安喜樂自在，而且亦都係對好多嘢比較係咪睇淡啲啊？消極嘅講法講睇淡啲啊，而係喺諗法上面比較係自己轉彎一啲咁咧。係咁啊，咁先講啦，啲咁多拋書包啦。始終喺心理學研究裏面咧，好多時我哋都講幾樣嘢嘅。第一就係有一部分人有傾向咧，就一睇悲觀嗰一部分。咁既然大腦係又既複雜又單純嘅話，你好多時間就係諗唔成功會點啊？失敗會點啊？個風險喺邊度？咁你就冇時間咧。去諗下，如果成功係點啊？如果冇事解決到係點啊？咁呢個就對於有啲人嚟講咧，係可以學習或者鍛鍊嘅。咁有啲人天生啦嚇，好樂觀啊。意思就係點樣去換位思考啊，或者係用唔同嘅語言或者用唔同嘅問題咧，你諗法式比較從 negative 變成 positive 噶。不過我覺得咧，珊珊係咪我哋愛長期咁樣有一個習慣灌輸培養自己，即係唔同方式思考咁樣，有冇一啲技巧可以令到自己即係比較改變自己思考嘅習慣，甚至乎令到自己比較關注一啲可能一直都喺你身邊，但係你經常忽略嘅一啲觀點？都有㗎。咁不過要補充少少嘅就係係唔係成日都好喜樂啊，無憂無慮咧？係在世之道咧？我哋又有多一啲睇法嘅。其實譬如話焦慮啦、緊張啦、擔心咧，係咪冇用咧？都唔一定嘅。有咩用咧？都係一種進步嘅一種壓力啊嘛。係啊，社會進步壓力啊。係嚇。其實譬如話我哋見到
前面好多車，我當你紅綠燈壞咗啦，咁你過定唔過？咁你要考慮，你要擔心係咪合理咧？都合理嘅喎，咦，經濟環境開始變差咯，自己嘅工作會唔會受環境影響？需唔需要擔心咧？可能都值得你去擔心，我哋叫做適當嘅擔心，即係適當嘅評估形勢或者自身需要啦，都要，或者係天生三高膽固醇，咁係咪唔需要擔心求其咁啊？既然大吃大喝睇開啲咧，咁係咪咁咧？我哋又覺得都要有適當嘅顧慮嘅。冇錯。既然顧慮係有用嘅，咁個問題就係我哋有冇唔小心地走咗去長期不受自主嘅顧慮或者擔心，已經影響緊自己平常嘅生活，已經去到嗰種擔心就係放諸四海，擔心仔女啊，擔心住嗰度啊，擔心經濟啊，擔心關係啊，擔心冇好朋友啊，擔心純粹已經變咗咁好不由自主嘅時候呢，即係會令到人好容易成日抑鬱啊，無緣無故嘅唔開心啊，需要朋友提醒啊。除咗朋友提醒之外，想放鬆亦都可以聽下歌。譬如講，我哋經常喺節目當中都會播下歌啦，係咪？不過咧，五月天啊，又話傷心嘅人咧唔好聽慢歌啊，要聽開心啲嘅歌所以影響情緒係咪？冇錯，我哋就請劉瑩咧嚟放一段開心啲嘅歌。呢度係中央廣播電台台灣之音，我係明哥啊，我係劉瑩。你而家聽緊嘅係每逢星期一嘅世界就係遊樂場。今日同大家訪問到嘅就係正大亞洲顧問有限公司嘅總監劉珊珊 Florence 啊，到底點樣嘅焦慮先至係即係適度？點樣已經係超過咗咧？呢個又點樣去掌握，或者係點樣去意識啊？有冇標準啊？對於我嚟講咧，就好似就係朋友嘅提醒咯。譬如話，哇，明哥你最近好肥咗啊！我知道你最關心啲嘢。點解食咁多嘢啊？我話唔開心咪食嘢咯咁樣。但係哇，一個月咁樣肥咗10公斤咁樣，特別就係你先覺得有一個意識啦，或者話點解睇落好似黑眼圈咁樣好重啊咁樣，就我覺得朋友提醒係好重要嘅，係一個訊號嚟㗎。我哋叫做好似睇塊鏡咁啦，由朋友啦，由環境啦，由工作啦。譬如話平時做嘢好快手啊，突然間哇好慢好立喎，啲嘢唔識做啊，係啊，咁你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頭先提到就係話，既然焦慮、憂慮、擔心都有佢嘅效果，而我哋需要嘅嘢咧就係有一個能力，正如你頭先講調節。我有冇能力去調節？就好似好多人就話心情唔好就係去旅遊啊、旅行啊，或者去大自然啊，就係因為佢想換一個環境，係要換下自己嘅心情嘅啫。呢個就係個原因。咁呢個就短期嘅 quick fix 啦，冇錯，短期解決到啊，都必要時都有啲效嘅。我覺得問題就係你個人滿唔滿足呢種短期處理咗就算數，跟住又好容易走翻去轉頭，定係想即係更進一步嚇，即係有個成長咁樣，好容易內心可以有開心啊、喜悅啊，自己走出嚟同埋有選擇啊。咁呢個就靠我覺得有幾樣嘢啦，就係知識、態度、步驟、技巧都牽涉喺裡面嘅。知識係成長呢方面嘅知識，比如睇書啦、心理書啦、心理輔導成長書咁樣啦。定係睇乜書都得。如果你話係有興趣嘅就得，係啲人嘅，有啲人中意睇漫畫噶嘛，睇漫畫、睇戲都得㗎。所以有興趣就得啦嘛，即係揾一個你有興趣嘅領域嚟鑽研，去專心。嗱，因為你講話你仲犀利過我，跳多咗好多。咁我講嘅知識就係對於頭先我講就係，你要有個知識就知道，你可以改變嘅。你知道大腦咧係個運作係既複雜又單純嘅，咁即係話你呢個係其中一個小知識啦，即係話原來我呢刻咧就係望住擔心咧，我就望唔到開心；我望住限制咧，我就望唔到機會。咁我其實咧我就喺限制同機會當中遊走，點樣可以最後自己做自己嘅主人啦？係啊，呢個係我想講嘅知識嘅其中一個知識啦。第二就究竟係乜嘢方法，即係咩方法先幫到你？我喺我嘅睇法裏都係另一種嘅知識。
咁譬如我頭先講就我哋常用譬如呼吸法啦，呼吸原來係可以幫你慢慢調整，或者你會覺得呼吸開心嘅時候咧就可以好快，好似我而家示範咁好快好興奮啊咁樣，定係可以慢慢。如果你可以好快又得，好慢又得，咁你嘅自主性就會高啲咯。再落嚟第三個。態度講咗咩？態度。我自己認為態度嘅一樣嘢就係你要相信你係可以進步。如果你即係個態度係即係嗰樣嘢真係冇可能嘅，咁其實你唔會行嗰個方向嘅。你今日決定捷運係送唔到你去某一個地點嘅，你係唔會搭捷運嘅。你可能去搭的小黃，你可能去唔知去搭咩啦，或者行路咁樣，或者你覺得行路點都唔到，你就自然會揀行路啦。意思即係講意志真係可以影響到我哋嘅表現，而進而影響到嘅結果咯。可以咁講咯。不過咧，我覺得呢個相信咧，其實都係有啲參考嘅。如果你要相信，但係你搭錯車咁樣，都係去錯方向嘅喎，所以唔能夠。呢一個係講毅力啊！毅力啊！即係譬如講要考試啦，我相信我係可以考得好啲嘅。但係你冇讀書點樣考得好啲咧？我就要講呢個咯，即係話呢個相信啊，都要搭配你嘅努力。冇錯，或者你都要搭配呢個你個環境啊。究竟你有咩環境，有咩嘢係可以幫助你嘅？即係譬如講英文，因為我哋學咗10幾20年，我哋可以繼續進修，我哋係可以講得更好。但係譬如講好似馬拉文，我從來冇學過，我都冇可能霎時之間就識講噶嘛。你話你相信？我相信我識，但係我都係唔識噶。可能你識有呢個條件，你可以學得好快，但係你話你要霎時之間就馬上即係好流利咁樣，係好難㗎。所以變成咧，你要一定要考慮你個環境、你個能力狀況。冇錯。咁樣你個相信你個態度咧，先可以有一個比較加成嘅效果。冇錯，或者比較可以達成嘅目標，唔得太簡單，唔得太難，但係你又唔得話真係好高騖遠。冇錯，或者你係想像嘅，咁樣你就永遠都達唔到，就永遠就冇成功，你就好要懷疑自己，就冇信心咯。鄭老師啊，落堂咯喎，俾你講晒咯喎。哎呀，真係忍唔住喎。鄭 Sir， 落堂落得未啊？可以啦。補充得夠啦。冇錯。不過咧，我真係唔係話好犀利嘅，珊珊先係專家。當然啦。好啦，我哋非常之多謝珊珊嘅即係個分享啦，唔該晒。好，講到呢度，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好啦，咁記得每逢星期一準時收聽我哋嘅世界就係遊樂場啊！我係明哥啊，我係劉瑩，下次見，拜拜。無限的愛向全世界傳開